家咧就係碳纖維咧捲喺個塑膠通入邊啦噃，然之後初型大家都見得到啦，已經係似翻支拍咁嘅樣啦。咁咧第一個步驟好重要嘅，一陣間沖氣嗰陣時間咧，如果翹得唔好咧，佢會漏氣。嗱，阿黃文興師傅咧就介紹俾大家知道，做帽嗰陣時係應該點做，總之拍應該點做，應該咁講。咁而家呢啲脫帽劑咧噴喺鋼帽嗰度，呢個過程咧係特別重要嘅喎。一陣間咧要擺入個焗爐入邊啦，沖氣啦，加溫啦。仲要再降溫，然後先至可以除帽嘅。大家去睇下嘅。咁跟住落嚟咧，大家會見得到個初型咧，就已經可以做好出嚟嘅啦。大家睇下。跟住落嚟呢個車間咧，係幫拍扮靚嘅，上釉啦，打磨啦，等支拍靚啲嘅。再嚟到呢度打窿啦，上膠質啦。之後咧就包皮啦，包皮個動作特別純熟，我哋睇幾快就得知啦。成支拍嘅製造過程咧就完成啦。而家嚟到呢個羽毛球製作嘅車間啦，咁大家見得到呢度咧揀緊羽毛嘅長短啦，或者彎直啦。再跟住落嚟咧，就見到個插羽毛球落去嗰個塞嘅情形啦。咁呢度咧都係屬於個半自動化咁樣樣啦。大家見得到呢個咧就係試羽毛球嘅機器嘅，我都第一次見喎。嗱，每一個羽毛球出廠嗰陣咧，都要俾個機器試過嘅。嗱，睇下佢個力遠或者近啦，穩定性啦，分 grade 啦。咁就完成咗咧羽毛球嘅生產。